西廠生死書最恨的一句說話，戳破死亡的巨大幻象，令無所迷惘這種莫新生，你唔好半係歸人。歡迎來到禪心觀照，本是品開篇直述全書核心精髓。西廠生死書中最戳破虛妄、治愈萬千眾生嘅一句說話係：認清你自心本性，此刻此地即是解脫。短短一句話，便是整卷千年典籍的靈魂內核，也是他能打破人類延續千年的死亡恐慌，令深陷疾苦之人重拾生存底氣的關鍵。呢句話之所以被稱作全書最鋒利嘅箴言，恨喺三處。第一，推翻世人世代遠習的執念，眾生素來篤信解脫，超脫必須等到生命終結，虛妄彼岸方能求取。李燕卻點明解脫從不在身後來世，就闖進眼前每一個鮮活瞬間。第二，普除人類畏懼死亡的本質，原有人懼怕消亡，從來唔係畏懼肉身衰敗而是捨不得丟掉一生拼湊而出嘅虛幻自我。第三，總結大半世人終生困於死亡陰影嘅精神內耗，唔再比對死亡嘅惶恐蠶食當下嘅生活。也正因這份顛覆性的生命哲理，20世紀此書譯成外文流入西方後，瞬間震動全球哲學與心理學界。榮格讀院久久靜默沉思，推翻過往部分心理認知。海德格爾細讀傳聞之後，打磨自身死亡哲學理論範。無數受悲痛折磨、困於離別之痛、終日畏懼死亡的普通人，依託書中智慧掙脫精神牢籠。這本典籍從粵語名巴多托爾，直譯便是解脫，成書於8世紀，有蓮花生大師編撰而成。成書初衷直白純粹，無半點文學隱喻，原本就係專觀亡者所用，古師重地修行那，馬首此古法著不聞之人以編續子，誦讀經文，這文詞混重的自性智慧，於無邊黑暗微，為漂泊遊離嘅神色點亮情行的燈火。成書之後，連師弟子孫用服重之法將經卷封重在雪域，深山寺院的石長縫隙如土層之下，刻意封存數百年，等待機緣成熟的後人發掘。這般封存並非故弄玄虛，而是考量眾生根器不足，過早面世，世人無力承載經文裏直面生死的重磅智慧。直至14世紀，一位伏藏修行者機緣巧合取出伏藏經卷，沉睡數百年的生死智慧才正式重回人間。在藏地東部，有一座名為長馬谷嘅深山村落，三面被雪山環抱，終年榮穩無聊妖。當地鄉民世代相傳，呢度係生者與亡者塵息共處之地。緣由便是村落深處矗立一座歷經千年嘅古宅，寺中住輒全村人奉為生命依靠家喪上師。禪師已是83歲高齡，歲月在他面，可廈門溝壑，如同高原風沙雕特千年的岩壁，可周身氣運輕盈通透，仿佛隨時能卸下塵緣，歸於本真。就在一年深秋，三名深陷生死執念的訪客，先後踏足古宅，三人的煩惱恰好囊括了世人面對死亡時最常見的3種困局。第一位訪客是40餘歲的少女貢布，她自拉薩長途騎馬趕來，馬身討住豐厚禮品，可難抵沒有生意人慣有的精明算計，自成揮之不去的惶惶不滿。跪拜在上師身前，還未開口傾訴，熱淚已然滾落。貢布上面被同一場噩夢糾纏，夢裏獨坐空桌前，對面空無一物，可他清晰知曉，空位之上坐住已經死咗嘅自己。夜夜從夢魘中驚起，白日心神渙散，縱死生嘅正經日常，隨父遲早累積，也尋不到半分活着的實感。反覆詰問自己，倘若終有一死，畢生追逐的財富、名望到頭來又有咩意義？家喪上師無急於答，而吩咐侍者端嚟碗酥油茶。待貢布飲茶完畢，上師輕聲發問：茶水之味？貢布答：初入口苦澀乾澀，回味暗藏清甜。上師順勢開示：回甘從來不是後天才憑空生出，自始至終混重茶湯之中，只因你過分緊盯細尖苦楚，便錯失了沉重的甘甜。引對死亡的恐懼亦是同味，
呢份恐懼遮蔽了眾生與生俱來嘅清淨本身，我哋本自圓滿，卻被怕死嘅則靈難瞓住雙眼。共報聽罷滿心茫然，心底卻似有一處緊繃的心弦悄然衝動。第二位登門之人是18歲的婦人曲珍。不久之前，香蓮菁3歲的幼子突發高熱驟然離世，前一日還嬉笑打鬧，隔日便沒了氣息家。曲珍細心疊好鞋同生淺衣衫，將衣物趕赴寺院，表面係祈求上師超度亡魂，為心藏住一位無親師心裂肺嘅疑問：我嘅濟身在何處？會唔會獨自困喺漆黑裏孤單往暗的桑上師沈默良久，句話令曲珍還身震顫。你的孩子從未身處黑暗，他一直安住在本願光明之中。真正困在黑暗裏，被悲傷禍局的人是放不下執念的你。見婦人淚眼滂沱，上師繼續展釋：世人總以為消失便是徹底湮滅，可世間萬物從無真正消亡，如同液態水氣升騰化作雲霧。雲霧應結落為雨水，水的本質恆久不變，只是改換外在形態，卻是改換外在形態。仔嘅肉身消散，神識褪去皮囊，回歸本源光明，從未真正離開。這番話戳破曲珍心為心底的執念，積壓多日的悲痛之中，生出一絲難以言喻的通透。第三位來訪者是徑16歲的本地老木匠鄧珠，一身美妝踏出卓瑪谷半步。鄧之師總病纏身，脊背處如彎弓，出行全靠拐杖支撐。他沒有攜帶供奉禮品，落座後從容直言：上師，我時日無多，想請教如何安然赴死。身旁年輕僧人聽聞此言滿心惶恐，加桑上師卻面露笑意，直言三人之中唯有鄧珠的提問最為通透。鄧珠聞言坦然淺笑，好似懸在心好多年嘅巨石終於落地。的桑上師還留三人暫住寺院，藉着三人的困惑，細細講解傳輸核心的中陰法理，也就是人離世之後瞬息輾轉的生命歷程。按照西藏生死書所敘人離世出，那將一發性中陰，肉身衰敗之後，神識脫離軀體，回歸與生俱來的本源光明。這份光明無色無相，無聲無狀，卻不是空洞虛無，是世間一切生靈的本真自性。絕大多數眾生一世困在貪嗔癡與身份執念裏，早已遺忘本身無緣。臨終初見磅礴浩瀚的本源光明時，回避陌生的本我震懾，下意識蒼茫逃避光明，神識就遲墜入幻象之中。後續所見仙佛、魔鬼、祥瑞、兇殺種種畫面，全都不是外界真實存在，全部是自身心念投射現身的幻境。聽聞此處，鄧珠緩緩發問：莫非我這輩子恐懼的所有事物，死後都會化作萬千實境？上師點頭應答：執念深重之人，往昔的心結會盡數化作中陰世界的周遭環境也。老木匠沉默半晌，說出一句震撼共報與曲珍的話：那從今日起，我就要練習放下恐懼。就實讚去做手，坦然說出自己將死，便是修行的開端。世間多數人窮盡一生，連直面死亡的勇氣都難以擁有。事後怎日，三人依照上師傳授的藏地孤法，每日在寺院僻靜角落收集臨終觀數，也就是在世之時無意死亡，觀照本心的修持法門。共報初次觀想便心慌氣短，南海臨尾，怒海接連否認產業家產，親友世俗難免，呢啲不生真實嘅嘢，死亡緊嘅假想面前輕飄飄可無分量，巨大嘅落空感催生倫理恐懼，去連往雲上上師訴苦。上師點破症結，你拼命害怕失去的自我，是你10餘年靠住財富人脈經歷搭建出來的虛幻身份，在這一切外物誕生之前，原本的你究竟是誰？一句說話令共報陷入長久思索。曲珍收集之時隨身帶着係同舊衣，競走觀賞係之神識去向。起初無人腦子都是冇負與痛哭，隨住日復一日的靜心覺察，悲傷之下慢慢生出溫潤安穩的覺知，說不清洗心念感應還是本心本具。
克真感受到一股有的力量托舉自身，第一次跳出無盡魔禁。鄧珠喺新印度收集最為從容之人，每日正做如同遇老。又閒談，一名年輕俊人忍不住問詢他是否心存畏懼，那木匠坦言，此前並實在日日怕死，總擔憂死亡驟然降臨，可日復一日安穩度日，才發覺自己大半世都會喺憑空一造嘅死亡恐慌度，白白辜負真實生還嘅每一日。就係深印住老寺院嘅第7個夜晚，鄧珠於睡夢之中安然作飯，無掙扎，無病痛哀嚎。次日清晨，陣人叩門拜訪，見到老者端正打坐，氣息斷絕，靈上間全然放下嘅安然神色句。的心上師喊示過後，對住共步粵曲真輕聲道：佢臨終之時認出了半圓光明。以人溫聲默默落淚，無關離別相感，而是本源之光透過故事照進內心，隱約察覺那份清淨自性，本就常着自身，只是從前被執念殘着之弊。故事落地便能讀懂那句認清你自身本性，此刻此地即是解脫的行迷之處。制引最大誤區，便是認定中陰子同亡者掛鈎，同現世活人好無關聯。西從生死書糾正明知，我哋在生嘅當下，正處在現世中陰，介乎出生與死亡中間。人生本就係一場轉瞬流變嘅過渡。傳書記載六中陰、現世中陰、臨終中陰、法性中陰是核心三類。我們執住的姓名、性格、閱歷、身份在不停變化晒，冇永恆固定嘅實體，便是無常。眾生懼怕死亡，本質是害怕後天拼湊的魔，徹底歸零這份潛藏心計的恐慌，化作日常焦躁、親流疾病的源頭。佛法所演無魔，並非否定生命存在，而是打破對固態自我的妄想。人如同奔流不息的江河，可隨時刻更新，卻始終共引一個名號。搭配《金剛經》法所有相，皆是虛無與心經色空要義。自性好悲潔淨明鏡，世間悲歡得失，歌禮伴授全是鏡中虛形。眾生錯把形象當成真正的自己，拼命緊找不肯放手。死亡嘅本質不過是擦掉依附鏡面嘅角色標籤，令明鏡回歸本來清淨家。解脫從不用等待生死，奔赴遠方，認清明鏡本貌的當下，便是自足解脫。這便是全書最突破幻象的金句。曾要把書中智慧落地日常，書中傳承下來3種簡易可行的修持之法，普通人隨寫隨記可以殘行。第一種，每日5分鐘冷中靜坐，晨起或是睡前，尋一處安靜之地，假想當日便是人生最後一日，梳理心中放不下的遺憾，未曾兌現的心願，耿耿於懷的恩怨。多數人練習後會晚煙醒悟心心，令明想要完成的事，當下就可以着手，卻總用以後再說無限拖延。想要放下嘅執念，心早已知曉輕重，卻非要等到死亡倒逼先肯釋懷。觀想生出恐懼、傷感之時，不必壓制情緒，只靜靜旁觀心念喜樂，如同立於落雲邊靜觀流水，練就不被情緒裹挾的靜靈。這份定力正是臨終辨認半圓光明的關鍵。第二種，隨即覺察本心，任意空閒時刻將全部注意力落喺自然呼吸之上，唔去刻意調整氣息，只順其自然吸氣呼氣。心神安定後向內追問，係邊個喺覺察呼吸？這個觀者無關姓名、身世貧富，便是潛藏心體的本個光明，也就是書中反覆提及的自性本源。雜念紛飛無須懊惱，能夠覺察雜念無出的瞬間，便是本心氣用。每一次拉回散亂心神，都是着收集認出自性。第三種，每日一次轉念重磅，挑選當日一件令自己氣惱、焦慮耿耿於懷的瑣事，內心輕聲默念，反怒念頭最次，唔好不跟隨質量闖亂，唔係強行壓抑喜怒哀樂，而是練習調出情緒束縛。平日你悲負綿綿，豪牽着走，便是一次小型中陰遺失。日日刻意重開一次執念，日積月累慢慢做到接納世間百態，卻不被境遇定義自我。
需要謹記，收集生死智慧絕非變得冷漠厭世、逃避現實。打破死亡幻象之後，反倒更懂珍惜轉瞬即逝嘅當下，明白每正時光不可重來。而是藉住修行迴避責任，逃避人際矛盾，變成入歧途。真正的佛法智慧，是帶着通透本身，更勇敢踏實活在凡塵。歸根結底，眾生一世所有煎熬與惶恐，全都源自困在害怕失去自我的虛妄環境之中。本願光明久會長存，從不會因眾生一時逃避而消失。令我生來自光明中來，人世一趟之時短暫影響，早晚會歸半緣故土，這便是令我屆時歸人的真諦。文末留低一個值得用一生慢慢聽悟嘅思考題：褪去所有身份過往、愛恨與疲勞之後，嗰個始終靜靜旁觀一切喜樂嘅覺知，究竟係乜嘢？倘若本視頻嘅生死智慧觸動你的內心，歡迎喺評論區留下所思所感。若是身邊親友正深陷生死焦慮、人生迷惘，也好將此文分享，讓千年典籍裏的通透智慧，幫更多人打破死亡幻象，從容擁抱現世人生。